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这时，请咱安静心，咱会当家己来祈祷，会当互咱的心安静，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领受着主对咱的所讲的话。请咱安静来祈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伫主日的早起时，佮互咱组织做伙伫伊的宝座前，做伙来敬拜伊。咱要大声学了唱歌来敬拜伊，因为主杨哥是万王的王。宝座前有阿拉的声音，荣耀冠顶拢归有高，情天使拢拍摆敬拜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宝座前。宝座前有阿拉的声音，荣耀冠顶拢归有高，情天使拢拍摆敬拜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宝座前。宝座前有阿拉的声音，荣耀冠顶拢归有高，情天使拢拍摆敬拜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主有高，伊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伫主的宝座前。宝座前有阿拉的声音，荣耀冠顶拢归有高，情天使拢拍摆敬拜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撒加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主有高，伊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主有高，伊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主有高，是万王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伊。
自由歌以全人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伊。自由歌是万王的王，自由歌，自由歌是万王的王。自由歌是万王的王，主就是弥赛亚，伊为着咱的罪得成肉体来到世上拯救咱，咱做伙大声来宣告，伊是弥赛亚，咱做伙拍扑啊来学了咱的主。大家来学了主。学了主，学了主，大声唱歌，听起咱双手来宣扬主生命。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学了主，学了主。学了主，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宣扬主生命。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主会听，显明伫世上丰盛稳定，早日通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拜敬拜伊。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请甲你边仔人讲。你有喜乐无？你有喜乐无？我要看到你的笑容。咱个三个来吟。学了主，学了主，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宣扬主生命。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主会听，显明伫世上丰盛稳定，早日通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拜敬拜伊。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主会听，显明伫世上丰盛稳定，早日通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拜敬拜伊。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显明伫世上丰盛稳定，早日通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拜敬拜伊。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显明伫世上丰盛稳定，早日通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拜敬拜伊。学了主基督，得正肉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
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咱就咱的普阿声献给咱的主，感谢主。为难临到的时候，我要信靠你，主，你必永远与我同在。当暴风雨向我靠近的时候，主，你也永远必与我同在。为难临到，为难临到，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的时候，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为难临到，为难临到，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他是没有改变的主，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
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赏赐丰盛的主，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的磐石，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咱的生活当中，虽然有大大小小的风雨，但是主耶稣甲咱讲，既然背重担的人，通到我这来，我要赐恁安息。因为耶稣甲咱讲，唔免惊，我伫这。咱用这首歌来成做咱的宣告，唔免惊，耶稣伫这。雄名，总是为并肩。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看的灯火，伊无拍死。唔免惊，耶稣伫这；唔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阮，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唔免惊，耶稣伫这；唔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洋搁较雄明，总是会平静。伫这个世间，咱有苦难；伫世间虽然有，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看的灯火，伊无拍死。唔免惊，耶稣伫这；唔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咱，予咱定心会再起。唔免惊，耶稣伫这；唔免
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免惊耶稣伫这，免惊，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免惊耶稣伫这，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予咱定心会早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主阮诚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主你恳求祈祷。主无论什么款的风雨，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灾害，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困难，阮拢知上帝你伫阮身躯边。主你要帮助阮，你毋但要帮助阮，用圣神的气力，常常来提醒阮、感动阮，互阮知影毋免惊。因为你一直甲阮三个同在，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应允放伫阮逐人的心内，帮助阮。无论阮伫生命的起造，无论阮伫建造教会内底，无论阮会当完成主你爱阮做传扬福音的大使命内底，上帝你有缘陪伴阮，会当好好来做主你的工。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伫阮逐人的心内。愿上帝你赐福阮，也互阮做伙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愿要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来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26篇，诗篇是111篇。这是咱三个来启应，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我要全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意爱以做为常拢
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其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伊的手所做的信息公平，伊的教示拢通可靠，永远袂改变。照信息正直执行。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遵行的人才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赞美，咱即时咱要来邀请圣歌队，因所要献唱的歌是勇敢来报扬。
感谢圣歌队的赞美，鼓励咱大家勇敢来播扬主听的福音。当即时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3章9节到15节。箴言3章9节到15节，只是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箴言3章第9节，就用你的财物，甲一切起头色的土产，尊敬耶和华。安尼，你的七仓要地满满，你的酒盒要有新酒满出来。我的囝，毋通看轻耶和华的境界，也毋通亚践伊的责备，因为耶和华责备伊所听的，亲像老爸责备伊所欢喜的囝。13节，得到智慧的，得到聪明，这号人有福气，因为伊得到伊赢过，得到银，伊的得利较赢好金。15节，比红宝石较贵气，你所羡慕的无一项会比得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当即时，咱要来邀请吴伟岳牧师来证道。伊要证道的题目就是主所欢喜的好工人第6，基督徒的真在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做伙组织来敬拜咱的主上帝。邀请你用你边的兄弟讲，你着专心注神看主。咱的主期待咱会当伫不相识的时刻，常常咱归对主。上帝期待咱会当伫敬拜伊的时，咱尽心做伙来学乐伊，嘛用咱的心做伙伫上帝话语的中间来了解上帝要对咱讲的每一个智慧的言语。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万有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将赏赐阮的性命、活命带到伫阮的面前，互阮搁一摆来明白，上帝你赏赐阮的活命是通敬畏。主啊，阮感谢你，阮知阮的性命会当为主你来活，会当伫即个所在敬拜你、学乐你。阮知拢是上帝你所赏赐阮的活命。愿上帝你帮助阮，愿阮的上赞伫你的面前，通得主你的欢喜。得主你的接纳，虽然阮的生命内底有真侪软弱、信心不足的所在，虽然阮的肉体、心底有时甚至渐渐在衰弱倒退，阮犹原要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因为你是阮心底快乐的来源，也是阮生命福分的赏赐者。主啊，你听阮的应允是永远无改变的，阮要认定主讲。是你除了伊以外，除了你以外，无别个神通甲主你相比。这是阮心底对主你的信靠、仰望的心。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搁一摆听阮的祈祷。恳求上帝你将迄个活命的快乐，毋若引带阮带到主你的面头前，也互阮的心底常常来恳求主上帝。因为阮知，阮需要一粒同心合意的心，互阮会当三甲来敬拜主上帝，毋是靠家己的咬，乃是阮会当甲主你的奴仆三甲伫起造教会内底来得主你的欢喜。求上帝你赐福阮，同心做伙来起造一个属灵的教会，是满有疼心的教会，有温暖的教会，有信心通讲传福音的教会。主啊，这是主你的殿。是充满主你灵敏稳定的所在。若无你的灵敏，阮太会通享受这款的平安甲福气。主啊，阮要恳求你，赏赐阮属灵的智慧，互阮通明白主你意爱阮的生命，会当明白主你是赏赐最最丰富产业智慧的主。帮助阮，毋若有敬虔的心来服侍主、服侍人。嘛，互阮有实际敬虔的态度，快乐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讲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的工作。当阮伫你面前，搁一摆要甲主你交笑的时，主啊，你也要当面甲阮讲，好，搁尽忠的罗卜，你通到我遮来。当心伫你的面头前，愿你赏赐阮气力，通过你的话语，也互阮来明白，要怎样伫阮金钱、伫世间的财富的顶面，要安怎做好的管理，成做一个助力好搁尽忠的工人。当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有关基督徒要安怎面对过金钱这个关卡，有几项咱跟咱分享到。当社会咧讲起金钱是万能，人通靠钱，唔免靠神啊。但是咱嘛得爱了解，当咱咧了解这种的观念的时，有这种声音的时，咱嘛得爱学习，我靠上帝来认捌这个金钱财富。你边兄弟讲，咱是靠主来得胜的生命，咱是靠主来得胜的生命。所以当你趁有钱的时阵，当你有产业的时，当你有气力，会当伫世间上通看起来，敢若拢真幸福的时，咱是爱知影，咱是一个我靠主的人，毋是靠家己才调的人。当社会咧讲爱妥协，为着金钱，咱爱妥协，才是成功的一个秘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牧师嘛有跟咱分享，做一个上帝的儿女，咱就爱学习，毋通为着什么多得财力、较侪钱、较侪财富来行事不义。咱宁可安怎？咱宁可钱少少啊无为着金钱的利益咱颠倒安怎做代志更加公正、更加细正。兄弟姊妹，当社会咧讲笑贫不笑娼，用金钱来咧评估成功的时，上帝子女嘛得爱了解，咱得爱谨慎咱家己内在的生命，毋通贪心，毋通在地讲我的积蓄是安怎无法度通比别人较侪。兄弟姊妹，咱爱明白，当社会咧讲钱哪侪哪好，无有人会讨厌钱的时，咱爱知影敬畏上帝的囝儿。咱就爱知影通知足，甚至常常喜乐，亲像咱的兄弟姊妹内底满足这相款。所以兄弟姊妹，如果每一个上帝儿女会当明白基督徒的生命伫金钱上的使用，若有智慧，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甚至你这个人的生命特质啊，会不会不一样？会袂？绝对无相款的。但是你会敢看到，有真侪时阵，咱会是活伫这个世间上，咱咧面对金钱的时阵，你会发觉咱的生命拢咧受影响。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儿女，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上帝儿女咧看待金钱的生命观，咱爱有一个属灵的财富的观念。咱的属灵的财富的内底，咱有几个阶段顶礼拜牧师跟咱讲起，咱的生命就那亲像，要阁是上帝所救赎回来原料共款。迄救赎回来生命，你若无去甲伊装逼，没有去把它磨练，没有去把它装备，没有去把它喂养，这个生命你只不过是一个原料啦。上帝救赎你回来生命，你只不过是一个原料。这个原料代表的是啥？你无生产能力你是需要人甲你帮衬的。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好好啊读经祈祷。你若发觉你无气力，你爱知影，有真侪时阵，你的属灵的生命的财富，你是足善食。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你无要看圣经，无要读经，无要读祈祷，迄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哦。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属灵的财富，你爱知影，你要阁是一个原料的时阵，你爱甲主讲主啊，我愿意昆读你的话语。互我明白我的生命遐尼欠缺，当我软弱的时阵，我会惊吓；当我不足的时阵，我听到一个声，看到一个影，你就会紧张。所以我过去当牧师要做，我毋是一开始就做到做牧师，嘛毋是做到讲话，我会惊，我毋敢讲出什么叫做有信心的话语。但是当我甲主讲主啊，我要成做你的萝卜，请你互我的喙，互我的心，毋是干那我的喙会晓讲。伫我的心嘛是多有信心的，
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得爱挖克主有信心。咱读主的话，互咱明白主的道理，互咱了解真理话命的话，互咱哪来哪明白，我这个生命只不过是要阁是一个原料那点。所以，咱得爱明白，咱的生命得爱进入一个阶段，叫做半成品。好，半成品叫做有生产能力啊。但是咧，爱需要帮助哦。您看这囡仔吼，青少年吼，他拄啊吼，迄中南来讲，牧师，我觉得吼，这段吼，他拄啊，我应该爱个安怎去表达。这个情绪，这个感觉要安怎甲伊鼓甲拍出来？我甲伊讲，你家己去听，去这个旋律是啥？这个旋律是啥？你爱去听，你爱去了解，毋是我甲你教你安怎做，你得爱一边去学，一边去做的中间，去哪来哪有能力？所以伊有生产能力，已经开始会当伫教会敬拜团咧服侍，但是伊还阁需要帮助，爱了解我的意思啊？当一个人伊要参与一个圣工。毋是伊原理咧，就有法度，你得爱甲伊陪伴，你得爱甲伊带，这是半成品。咱属灵的生命要安怎个得到更较好的财富，咱得了解，咱会进入一个阶段叫做成品阶段。啊，这个成品阶段就是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啦。我甲伊讲，你会当带我祈祷无？你讲好，我来带你祈祷。但是这个人，我会当带伊祈祷的这个人，我会拄到灾难咩？我有当时嘛拄到困难哦，嘛拄到软正哦。当我拄着软正的时阵，我会伤心的。有当时伤心，我就无爱做工啊呢。这种可能呢，一个会晓有自给自足的能力的信徒。有当时咱敢若看起来无需要帮助，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嘛着常常为伊祈祷。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茫看一个做熟灵啊，看伊牧师啊，牧师毋免为伊祈祷，伊知影落做够祈祷的，做够讲的，做够灵修的。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爱常常为牧师祈祷。我认为一间教会，上帝要做工对一个教会内底罗卜，上帝所委托的一个牧者，要安怎来做主的工？魔鬼嘛是会攻击，阿免。所以，咱有真侪时阵，咱若做领袖，咱来知影有自给自足的能力的这种成品的信徒。我甲你讲，伊会定期参与服侍。但是咧，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伊嘛会软正，因为咱的生命要毋是一个精品啊。兄弟姊妹，基督徒什么叫做丰富的生命？是当伊自给自足的过程的中间，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伊知影伊的生命是丰盛有余的。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的生命要靠主得着丰盛，你的生命爱靠主得到丰盛。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的金钱观念角度，你若有这种的角度看法，了解你的生命的问题，安尼我相信，基督徒的一生的丰富，其实无在伫外在甲内在的丰富，也是讲这个你享受到最稳定甲享受，乃是在伫这个人，伊是毋是了解到甲主的关系，这个改变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带领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8节，讲过去从前你们因着家己的过犯罪恶来死啦。迄时恁伫过犯罪恶的中间的生活，对着世间上的风俗，顺从空中所有掌权的领袖，现在会背逆的人的心中，伫运行的邪灵。阮过去也拢伫生活伫即种的中间，放纵家己肉体私欲，对着肉体甲心中的意念伫做，甲别人相款。生来就是应该受到责罚。咱过去是安尼，但是咧，上帝有丰富的怜悯无？有无？伊有疼咱无？甲你的边仔兄弟讲，上帝疼你，你毋免惊。你毋免为着讲我犯罪啊，我无法度通真做主的疼，主的保护，其实毋是安尼。圣经都明确甲咱讲，保罗咧对以弗所教会讲，你爱知影，恁过去就是因为犯罪来死啦，恁的生命是死的。虽然恁看起来敢若活活的人，但是你的生命常常活伫悲哀、悲伤、消极、无盼望。
这是哪亲像死人共款的，敢毋是？啊，死人毋是安尼嘛？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要有望是爱伫主的内底得到丰富的灵敏。主哦，注意哦，是主的灵敏。你问耶稣讲上帝我听你，但是你拢无咧注意你家己的行为，过去的行为，甲即摆行为拢是共款哦。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问题哦！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上帝互咱看见一个足无相款的国度的关系。咱真做一个生命重新改变的生命，咱来了解，咱即摆活的生活甲生命，就爱无相款。所以，甲你边仔兄弟，搁一摆搁甲伊看一下哈，看伊面有喜乐无？看伊的心吼，看这个人吼有没有盼望啊？哦，你要知道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主的人，你会看到伊敢若对世界的关系。对伊的外在，对伊所看的代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感受得到的。圣经内面有所书第2章第5节，继续咧讲，竟然伫咱因为过犯罪恶的中间来死了后的事，互咱甲耶稣基督做伙活起来。所以咱的得救是因为这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得到活。阿门。所以伊互咱甲耶稣基督同齐搁活坐伫天里，哇！我看见咱基督徒诚做主的儿女的人，是遮尔宝贵，你毋知影？上帝听咱的救赎的这个福音，竟然遮尔宝贝。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爱珍惜这个福音。搁爱甲伊讲，你着珍惜这个恩典。搁甲伊讲，你着珍惜上帝的怜悯你。注意，咱得到恩典是因为主的怜悯，毋是你做啥物代志来得到这个怜悯，毋是你做啥物代志，上帝才要怜悯你，是因为伊就是听咱。所以为着要将伊丰富的恩典，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所行出的这个恩典之爱，来显明伫后来的世代。注意，看到后壁这句无？显明伫后来的世代。兄弟姊妹，基督徒爱传福音无？基督徒若无要传福音，你毋是真正领受着主恩典的人。上帝若要救赎你的活命，若上帝若要用你，你着爱知影，你的生命着爱传福音，将这款的恩典、这款的上帝之爱、这个福音、上帝怜悯传予你的后世代。所以基督徒爱传福音无？你会对你厝邻的人讲这个福音无？爱呢？虽然我的牧师娘，伊的妈妈无信主，每一摆伊若电话卡来的时阵，我着爱表露出阮这个家庭是喜乐的。敢毋是？虽然有时我的囡仔，有时我嘛是会甲骂，虽然看起来我看牧师娘敢若嘛会冤家，但是伫迄中间，我着爱互我的牧师妈、我的妈妈。着爱表露出，互伊感受到基督徒，我的查囝嫁入恁兜哦，甲你做伙是幸福的。甲你边仔兄弟讲，你信主的人有幸福。所以兄弟姊妹，咱得救是因为上帝恩典，是因为咱信，咱相信，毋是在伫你家己，是在伫上帝的手术。所以我相信，虽然我是不足的人，但总是我有愿意学习去突破。所以一般来讲，一个信主的人。一个信主的人，咱来了解上帝，互咱有最最观念，伫上帝话语的中间，互咱看见。咱头拄所看，咱所犯的罪过，咱所做过的代志，拢是因为咱甲耶稣基督、基督徒甲耶稣基督，敢毋是？好，甚至咱嘛讲起教会就爱诚做常常咧讲上帝恩典的所在。阿门。你有常常伫教会咧服侍上帝，有常常咧甲人分享。上帝教会是充满喜乐、望恩典的所在咯。或是咱是伫教会咧讲起人的问题啊，牧师有问题啊，牧师教会管理有问题啊。兄弟姊妹伫教会唔免讲这个问题，你只要将这个问题带到牧者的面头前，带到这个长老的面头前，互因去解决就好。了解我的意思无？我们好好祷告，好好祈祷。
我主啊，帮助我会当真做起造教会、完成大使命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一般信主的人往往敢若重视两个，只重视两个东西：第一个，我要如何成为基督徒；第二个，我要如何认识耶稣基督。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这样还不够，还不够啦，不够啦。为什么？我要甲咱讲，咱要个需要啥？咱要个需要上帝国度观。他都我有讲对无？上帝国度观是啥？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人讲啥？恁过去是一个犯罪的人，恁过去做啥？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家己已经体会到袂到上帝的疼，上帝所要赏赐的财富甲丰富的时阵，你着爱定心回想过去你家己的生命是生做啥款。你要有上帝观、上帝国度观，爱你要做啥物？第四，我感觉爱阁有教会观。你有听大桥教会无？看起来敢若无人应啊，敢会无人应啊？你有听大桥教会无啊？你有听你所去过教会无啊？我感觉这足自然的呢，无输去北京教会咧无款吼。我讲大桥教会毋是我的教会，是咱的教会。结果我倒来家己的教会，大桥教会是咱的教会无啊？我跟你讲，这是一个认知问题啊，很重要哎。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教会是谁的教会？大家的，是上帝的。你要了解，既然是大家的，咱大家的爱有国度观念，教会要兴盛，绝对不是靠牧者而已，是要透过每一个人，大家人共同有这个关系了解，咱来做伙来完成大使命，透过传福音。圣经甲咱讲起，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知影，当咱拄咧祈祷，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9节到15节，咱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足简单诶。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哇，刚才这个名圣吼，你有看到拄仔咱若敬拜俄勒了吼，一定有人会安怎想要拍婆啊？这是好的哦。伫敬拜中间，咱长老会吼，通常咧敬拜吼，哇，做俄勒做欢喜的时阵，想要将这个婆仔声引光归互主上帝，是毋敢拍，毋敢拍呢，破坏迄种庄严，我感觉无必要。重要是你爱享受伫咧敬拜的中间，所以牧师真欢喜。咱若看到圣歌队咧唱歌好听的时阵吼，我甲你讲，好听毋是歌好听这个人，你得爱感谢主。牧师鼓励咱，后摆敬拜这个圣歌队唱了的时，咱甲因鼓励，感谢俄罗主，应光归互主上帝。咱毋是要归互这指挥，归互这个人，毋是。基督徒一个无相款的所在，就是咱所表露出来的是啥？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祝福人的。所以兄弟姊妹，当马太福音书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当你伫教会内底，你有体会到上帝的国临到伫咱的大桥教会无？你若无，我甲你讲，你坐到遮，你敢若咧听看牧师，你今日讲咧看会感动我的心无？迄种的态度，我告诉你，你会得不偿失。兄弟姊妹，信主的人，咱爱好好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爱将上帝所赏赐你的奉献予伊。你爱将上帝赏赐予你的奉献予伊。今日圣经在甲咱讲起箴言第3章第9节到15节，安尼讲，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偷水的土产献予上主。我特别甲咱讲起哦。新标点和合本是讲尊迎耶和华上帝，尊迎光咱的主耶和华上帝。台语是讲啥？献予上主哦。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偷水的土产。什么是偷水的土产？出手的那个什么果实、果子奉献出去。过去要奉献祭的人，伊就用伊的物件。伊所种植的这农作物来做奉献，但是你毋知影，我体会足深。过去
每一摆牧师嘛，若常常要甲牧师讲种的山影啦，要摕去互人吼。通常我的爸爸会讲，啊，家己拢还袂食的，你就摕去，会足奇怪哦。通常迄几冬吼，迄冬丰收吼，隔冬吼拢无介好。当然啦，迄是营养分的补充无毋对。但是我的体会真深，你有感觉即马牧师讲拢定定拢拿阮兜的山拢摕来遮咧分享无？我要甲你讲，这是真实的，因为阮体会到是讲会当食，这拢是上帝的赏赐。所以咱若要分享物件互人啊，我甲你讲，不要再去说啊，迄拢我奉献的，迄拢我做的，了解无？迄拢是上帝赏赐的。圣经咧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第9节到第10节咧讲起尊迎上帝，应该归予上帝是一个奉献的行动，这是一个奉献的行动。所以记得应该归予主上帝，代表是我的心是用一个奉献的心要应更主的。阿免。所以你的奉献绝对袂使凊彩，你的奉献的态度绝对袂当凊彩。所以我常常牧师捌恁可能捌听牧师咧讲起对面吼，咱有一户即个人家吼，敢若对伫咱教会，因为前阵仔咧整修吼，拢有小可意见。每一摆看到牧师吼，人拢无啥要插。我咧常常为着这样代志咧祈祷主啊，帮助我，互我会当有机会会当甲即个家庭更较亲密切的接触。最近即个兄弟吼，即个做土木的吼，即个兄弟吼，伊牵一台动车啦。牵了呢，我看到了吼，我就无客气，我就行过来讲，哇，你即只车哦，袂歹哦，吼，因为牧师嘛骑动车嘛，对吧？我就行过来，足自然的甲伊开讲，伊讲无要紧，牧师，你若要下去呢吼，要饲无要紧哦，哇，好热情哦！我跟我讲主啊，你怎么那么奇妙？伫我的生活内底，虽然我的物件，敢若我咧看这个敢若享受的过程的中间，上帝你透过这个物件，互我了解跟这个人建立关系。我带钟璇来，我看到钟璇要变少，我钟璇来，我就带伊来到这个对面这个邻家遮，跟伊讲话讲真久。伊逐摆若洗车的时阵，伊就甲牵出来。我感觉伊享受伫咧内底，我就跟伊建立关系。无需要讲啥，我要讲的是，圣经讲，你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土水的土产献互上主。甲你边仔兄弟讲，上帝伫你的生命中。有伊要对伊要做的工，伫你的身上。来，上帝要伫你的身上有伊要做的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上帝的心意是啥？上帝的心意就是爱咱，唔通轻看轻上帝的管教。真简单，我感觉圣经真趣味。你甲咱讲起，咱就爱奉献咱头水的这土产，奉献予上帝。伊讲啥？你的七称就会满酒红，就新酒满出来。这是一个应允，这是一个祝福。但是咱嘛得爱知影，有真侪时阵，咱若看到头前即句吼，我甲你讲，有真侪人，你若身躯边拢无的人吼，你无法当接受哦，你做袂到哦。但是我要甲你讲哦，圣经上帝话讲，我的囝唔通看轻上帝管教，嘛唔通厌恶伊的责备。有真侪时阵，咱的生命，咱爱知影，上帝心意是透过伫管教的内底，互咱伫困境调整生命的中间，互咱的感觉虽然管教真艰苦，但是真做主的选民，上帝囝儿有福气无？有真正福气无？有啊！我相信我的爸爸，牧师讲伊体会上深，我嘛看有，我对细汉开始看咧，每一摆牧师，我妈妈咧也讲，礼拜日也无要去做，也无要去亲近上帝、敬拜上帝，干那要去做你的工课、修理机械。阮爸爸讲，我捌甲问过，阮爸爸想怎你一定爱礼拜日去甲做。伊讲你若礼拜日无遐做，即个人伊周间明仔载拜伊无法度通行善。阮爸爸的机械伊若无遐修理好，别人伊伫日常生活无法度去行善趁钱，嘛有道理呢。但是足奇怪，伊去修理敢若礼拜日去修理，敢若无介顺序咧。我拢想拢无，是安怎？嘛是祝福啊！我认为有肯伫传福音的态度甲心态咧做工无，这真要紧。所以兄弟姊妹，
上帝管教通常会通过身躯边的人，有可能是对牧者来甲你讲话，有当时是透过你所尊敬的一个兄弟姊妹对你讲话。所以咱来了解上帝心意是啥？上帝心意是透过伫管教中间，互咱了解一个人的生命，必须爱特别爱知影，这是有关咱的属灵生命的关系。无管教，咱就袂会成长；无管教，咱就无法度通更加靠近上帝。所以有人捌人咧甲我讲，牧师，你讲话吼上过直，伤咸。甲你边仔兄弟讲，有时你的爸爸妈妈嘛是安尼咧讲话，敢毋是？咱细汉大汉的时阵，爸爸妈妈嘛是安尼甲咱讲啊。你若无安尼哦，你会安怎？你若无安尼，你会安怎？讲的无拄拄，逐个拢安尼啦，吼。但是咱来了解哦，爸母咧甲咱讲的是一个严重性的一个对比，咧互咱明白。我认为人若无要受管教，有真侪时阵，咱的灵性上咱袂成长。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以色列百姓，咱着足明确的当了解。上帝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地。请问，这个过程的中间，伫旷野偌久的时间？40冬呢。我要甲你讲哦，有这个基督徒吼，属灵的基督徒吼，伊特别吼，用即马咱拢用的叫 Google Map 吼，去甲定位吼，对埃及去到这个啥耶路撒冷吼。偌长的偌长啊！吼，我甲你讲，对开罗到耶路撒冷吼，700多公里，开车吼9点钟，行路不眠不休吼，无休困吼，行路差不多6天就当到啊。你用莫休困，一直行6天就到啊。啊，是安以色列百姓40冬啊！我想想，更加有理呢。为什么走那么久？我跟你讲。啊？因为怎样？因为伊汽车无加油，吼，心急哦。其实以色列表现出来的行为所影响的。以色列百姓因开真侪时间咧甲上帝埋怨啊。你要了解哦，一间教会无法度起做，啥怎会拄着侪问题？因为信徒拢咧埋怨。你若发觉你的教会，你伫教会内底。你是埋怨较济祈祷的，安尼我甲你讲，改变一下方式的，你莫阁讲啊！你好好啊祈祷，招大家做伙祈祷，招你的朋友，招你的兄弟姊妹。当你也听到一个人咧甲你讲牧师安怎的时阵哦，你马上来讲，好，我了解，我知影你的心声，我来带你祈祷，咱来祈祷。主啊，帮助阮的牧者，帮助阮即个兄弟姊妹。阮知，阮的牧者有伊的软弱甲欠缺的所在，求你帮助伊，互伊有智慧，讲话哪来哪温柔，哪来哪有智慧，敢毋是？咱为着即个兄弟讲，主啊，帮助阮即个猫咪兄弟，祝福伊，透放伊的心，透放，求你的灵进入伊的心内，透放伊，互伊有智慧，做伙来起造大桥教会。这个人会因为你这祈祷受祝福袂？会啊！但是如果咱若无法度通做安尼事的时阵，咱若讲好，我来听你讲，讲的了吼，好，我过来讨论看，想看卖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吼。我告诉你，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啦。这是牧师足深的感触。我要解决教会问题，我捌曾经用我家己的方法，好好来听这个人讲，佮去处理。啊，主啊，怜悯我，我太少祷告了，我上少祈祷啊，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互我定心来明白你的心意。你要了解以色列人，伊的观念就是有偏差，所以至到伊要进入迦南地，有足久长的时间，因嫌无水，因嫌无物件通好食，有无？因嫌做项代志，嫌即个摩西是安怎？你当初阮伫埃及落活了好好，是安怎？你要带领阮出来？人拢是为着家己的生活，为着家己的事业咧操烦。兄弟姊妹，咱做伙讲，这个事毋是伫你的心上，这个事希望毋是伫你的心上。希伯来书讲，
12章在讲，囡仔管教的事，当时未感觉快乐，反倒会感觉楚苦楚烦。后来确实会当伫这过程的中间经历过的人，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就是好。兄弟姊妹，一个愿意受管教的人，我甲你讲，无论到如何，你到最后，你会感受到的，就是生命平安的所在。恳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做主欢喜的好工人，要安怎有好形象？伫金钱上，金钱的观念，毋是在伫你拥有钱，也是失去钱这种观念，毋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爱伫生命经历的顶面，是毋是愿意，甲无愿意？是毋是去体验真实甲虚假这种的关系？你若掠会掉，你就会知影。基督徒的财富、金钱要安怎运用？所以，《申命记》26章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你们进去得了，恁入去得了耶和华上帝所为你所享受的这个产业，诚做这个所在通去徛起，就是对耶和华上帝所享受，互你地面上所修成的各项。初熟的土产，你着爱甲刻起来安怎？放伫篮内底，往耶和华上帝所为你选择的迄个所在，就是圣殿。即摆人叫教会，还了解无？咱着爱带着即种的心理安怎？你有得到丰富无？有无？有无？啊，你若有，你着爱带着即种的奉献的心情，讲我要起来感谢主，奉献互上帝。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伊讲：我今仔日向上帝宣认哦，明确的确认哦，我已经到耶和华上帝我的做所救助的所在、应允的所在。祭司就将你所手里的钱安怎，将你所奉献安怎，起来放伫耶和华上帝这段的头前。这是旧约的时代。我感觉这个过程，牧师嘛是安尼咧带领来，期待咱用这款的心来到主的面头前。圣经安怎甲咱讲？伊讲你爱伫耶和华上帝面头前讲，我过去雅各我主雅各的是原本是一个将要死亡的亚兰人，甚至下到伫埃及所架起来的所在，伊人口少，甚至伫遐确实安怎成了一个更大更强，甚至人数真侪国民。埃及人安怎苦待咱，安怎困逼咱，将这苦工放伫咱的身上，咱哀求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有听无？有啊！伊咧讲啥？讲上帝儿女爱常常毋主恳求。圣经的话嘛咧甲咱讲起，上帝话安怎？第8节，伊就用大能的手甲伸出来帮臂，安怎大而可畏的事情、神迹奇事，带领咱出来急。咱大桥教会有出来急无？我昨天听到一位姐妹。我是真的哦，牧师从以前我们在建堂前，我就认为我们的旧堂平时1楼都是礼拜堂嘛，对不对？还等会东西关起来。那我昨天听到一位姐妹说牧师，我其实早就知道那个大桥教会就在那里，可是我不敢走进去。我发现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教会平时都是关着的，按阿密码锁，个细细间看起来敢若无活力，有当时外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咱知影教会有真侪青年，因入来教会嘛是拢会看到教会，先看到教会哦。你茫想讲，牧师你家咧教导迄个教会外在，我毋是咧讲迄个意思。咱去一间餐厅咱组间去一间餐厅有无？要食饭你找无啦，对无？为什么？因为伊扛棒无清楚啊，敢毋是？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上帝安怎带领咱进入这个所在，是一个老年甲密的所在。大桥国中、大桥国小、南大科技大学，我感觉足少教会会当伫这学区足好的所在，会当来做工。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咱着同心做伙来做工。同心做伙来做工，上帝意爱咱会当来领受上帝意爱的事。所以圣经安尼讲，8节到第10节。讲起上帝安怎赏赐予咱，咱嘛着学习伫咱的教会起造教会中间，
去明白教会就爱真做有见证，有体会上帝救恩、丰富的赏赐甲感恩的奉献。所以兄弟姊妹，信徒奉献，你会当甲上帝求讨，你需要丰富的产业，你会当求袂？会使求袂啦？看起来敢若几个想要享受着呢？你要了解哦，你会当尝试哦。好，你可以尝试，神要赏赐。好，最后在一节讲你甲利未人，而且伫恁中间的外邦才会寄起来。爱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互你甲你家庭的，来得到一切福分，因为安尼来欢喜快乐。你讲起什么？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得爱好款待牧者。这就是利未人，因是安怎？因是带领信徒安怎敬畏上帝嘛？敢毋是？所以圣经是安怎讲？你甲利未人，甲恁中间迄外邦人寄起来，因需要的人，恁得安怎？爱去甲因分享，爱常常注意固守才会事。所以有当时吼，牧师通常较少、较困难伫教会，甲小会也中级也好，讲起啥伊的管理啦。为什么？因为即马牧师真正较好命，较好过。过去的牧者真正足困难哦。迄教会吼，还佫会滴水吼，这嘛有一个传道娘吼，真正有经历过啊。有当时迄个过程真正是足困难。但是咱要了解，当咱拥有的时阵，咱无论如何，任何一间教会，只要伊是牧者，你得爱有这个心，好款待伊。所以兄弟姊妹，只要你好款待主的奴仆，主的奴仆嘛，常常为你咧祈祷，为你咧祝福。这毋是利益交换的，这是上帝意爱咱会当学习的。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国度就是希望咱每一个人得到丰富、平安甲祝福。期待咱圣经内面讲的这段圣经节申命记26章有几个重点，牧师带领咱做伙来了解。伫享受恩典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得享受恩典的上帝，咱毋通伫恩典中来对了家己的生命。百姓当咱家己进入得到上帝所为咱备办的产业应允的中间，我们已经进到一个丰富产业的生活里面。咱毋通袂记得，这些拢是上帝所赏赐的丰富。甚至咱活伫恩典中的人，咱就爱更加会晓感恩。无论如何，咱拢就爱感谢上帝。恩典也是祝福，嘛是一个试验。当食个饱的人，有饱足的人，有当时伊会晓学习要安怎学了上帝，归因讲上帝，嘛真容易会因为心内骄傲。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你若看见一个人伊咧分享。上帝安怎互伊得到丰富？你唔通不要怎样？不要嫉妒。你要学习他在说什么，要去聆听他在说什么。如果伊是一个丰富、食个饱、富足的人，你看这个人会晓学了上帝无？如果伊会晓学了上帝，将荣光归予主上帝，安尼你唔免烦恼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如果伊会骄傲，伊会常常，互你感觉对待人足刻薄，嘛袂晓分享，佫爱讲大声话，遮你好通来烦恼。爱了解我的意思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你自然而然可以了解。他如果夸口，神会不会责罚他？对不对？唔免你甲教啦，上帝自然就该跌啊，了解无？要甲收倒来拢有哦。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讲一个故事哈，我们知道这个是现在哈星宇航空董事长叫张国伟，好，伊是即前的啥？长荣对，好，长荣飞机的长荣集团的哈，会最重要的一个董事。这个张国伟呢，伊后来因为中营的一寡财务的关系，后来伊就家己出来吼。伫疫情期间哦，其实足侪航空业拢做无成功，但是伊成功。这张国伟伊本身嘛是一个机长，嘛是开无人机的。伊讲过，伊讲恁敢知影？无人机顶吼，头等舱是安怎有头等舱？头等舱是要创啥？是为着遐好野人带较好的，会当坐无人机嘛？伊讲毋是。伊讲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要有头等舱？因为当伊有头等舱，这个美酒啦，好的酒的厂商。伊较会提供互因啊，
意思讲，你的别人记顶，你若无头等舱，人就袂互你好的酒，卖互你啦，伊就无要卖互你啦。这我想到一项代志，咱人的生命吼，你有感受到你是一个领受到稳定的人无？有无？若有，你就是坐伫头等舱啊。啊，你若拢袂感觉你享受到这个稳定吼，你永远都是经济舱啊，敢不是安尼？虽然你有可能会讲，我都无钱，还要坐头等舱呢。昨天我们的弟兄说，牧师，我都真的没有坐过头等舱。但是牧师咧讲的意思是讲，你有无啦？有甲无啦？所以基督徒咧讲金钱的财富，唔是牧师要教咱要安怎趁钱。我要甲咱讲的是一个最要紧的观念：教会要会当兴旺，会当活伫上帝所祝福的内底，你爱知影你是有稳定的人无？你若有，你唔免去想；你若有，你就好好啊去享受上帝给你的美酒，去为主做见证。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就爱常常为主做见证。我有这个稳定，是因为我将我的生命主权交予这位上帝。我是拥有什么？我是拥有心灵甲诚实的心来敬畏我的主上帝。当你有敬畏的心，我相信你就有一粒愿意奉献的心。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若无愿意奉献的心，足简单的，伊就是无有敬畏主的心，敢毋是？我搁讲一摆哦，哈，咱拢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对无？但是你有诚实无？你若有敬畏上帝的心，你自然你有奉献。甘心乐意奉献的心啊，这是正确的嘛？有敬畏上帝的人，无可能讲伊袂想要奉献，因为伊会晓感谢啊，伊知影伊所享受的稳定甲这一切好的事，拢是对上帝来，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这个道理，只要你若有这种的心理，你就会了解我的责任，我的生命责任是有何等大。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爱好好为主我咧。英男兄，你爱好好为主我咧。咱每一个人拢爱好好为主我咧。伫每一个时刻，你爱了解，公民甲国民是无相款。什么是公民？啊，什么是国民？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台湾，你就是什么？台湾人，中华民国的国民，敢不是？兄弟姊妹，敢毋是安尼？你不管你倒一间教会，来到大桥教会，你嘛是上帝国的啥国民啊？了解无？无论你伫倒一间教会，你嘛是信徒。但是公民呢，无共哦。公民代表你取得了一个法定的资格，被国家赋予，你必须要什么样？该守的义务，有没有？公民爱啥？爱纳税啊！爱服兵役啊，有无？爱受国民教育啊，敢毋是？基督徒，我感觉有啊，前礼拜吼，有人要问讲，牧师啊，这个教会入籍入籍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样的状况下才是入籍啊？我跟他讲的不是一个手续，不是手续，我咧甲伊讲的就是基督徒的责任。你来到大桥教会，你若有认同阮，你若有认同这个所在，我愿意为心伫这个所在来好好服侍上帝，你就是有责任嘛，还了解无？所以咱像阿牧师咧讲，咱每一个人来好好来做工，你会当去你认同的教会去做工，但是咱伫教会内底的基地，咱就爱成做一个国民的基督徒，唔通成做我干那要做国民就好啊，我不爱做公民啊。吼，兄弟姊妹，咱爱好好做主的公民，互咱真做主的欢喜。啊，咱等下吟一条诗歌，咱等下做伙来回应主。这条诗歌伊咧讲起鼓舞咱大家甘奉献，报答主恩是当然。耶稣真做天真饼真理嘛，对无？救赎咱的活命，道成肉体做圣囝。你要为伊献什么？减无寡妇两半厘，咱知影寡妇献的无介济，对无？但是迄确实对伊来讲是伊的所有哦。
你若无钱嘛有工嘛，对无？世事无米嘛有人嘛，敢毋是？为主奉献着忠诚，毋通徛地讲无用。咱着好胆紧向前，为主奉献做见证。你若生活较不有，着知这是主赏赐。为米啊，蟹米吼，蟹米钱财遮尔多，拢是为主做管家。所以记住咯。你的丰富，你毋通也做你做到管理哦。你若无咧奉献吼，无咧关心上帝国嘅事吼，上帝这钱吼，我甲你讲，钱是早袂走的，这你相信无？你欠较侪钱，你敢早会走？你早袂走？我的老爸，啥物人留互阮呢？我无早袂走。我常常咧想讲，我要留啥物互我的囝儿？兄弟姊妹，要出要入，照圣旨，就是爱照上帝旨意啊。要用要开。出在伊啊，吼！上帝啊，你即马这需要吼，我来愿意，我来奉献，不管什么，我相信这对主你有美好的心意。主若用要用，无提示，甘心乐意，真欢喜。第六节，你若为主毋愿放，主要移交互别人；你若为主甘愿献，要搁互你甘万千。哇，足水的！诗歌的歌词，哇！这我特别足爱第六章吼。伊讲你若为主毋愿放，主要移交互别人。牧师捌甲咱做见证吼。这牧师嘛叫我爱摕去帮助人奉献的书，我无，我若我囥在身躯边，毋愿放嘛，对无？最后真正是移交互诈骗集团的。哦，真正是移交互别人。你若为主甘愿献，要搁互你甘万千呐。你讲哦，你无啥物通好讲，我甲你讲，你着奉献，奉献你的生命，奉献你的心，奉献你有的物件，互上帝。我相信你会常常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好，咱做伙对头来吟哈。陈恩帮我切过去。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恳求你
愿你的灵踮伫阮的心内，帮助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无属伫肉体情欲的需要，互了阮的心甲生命会当常常归属圣洁的主。主啊，当阮领受主你的呼召甲竞选的心意的内底，主啊，阮需要用主你来求讨智慧的心。无论伫起造教会的道路顶面，阮更加爱明白主你的心意。天父上帝，当你将大桥教会引带带领阮来到这个所在，阮的心需要同心，阮的行动需要一致。有时当阮软弱的时，恳求主你赏赐阮刚强的心智，来面对主你爱对阮的生命的管教甲激励的话语。有时话语无好听，但是阮愿意学习，快快听，慢慢啊领受，紧紧来领受，听会明白阮彼此的心意，帮助阮，互主你的福音的收割的所在，通因为阮同心合意的付出，阮需要掠条时机，组织阮共识的心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做传扬福音的工作。因为阮得到主你救恩的人，阮是真做上帝你所蒙恩的人。愿上帝你吩咐阮会当着去遐袂捌认捌主的人来因传扬福音。求上帝你帮助阮，真做因生命的亮光，直到世间的落尾。恳求上帝你嘛将这款的应允放伫阮的教会内底，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神有软弱的，身躯有痛痛。求上帝你亲自甲因坚固，恢复因的心，定心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头前，立志立约。阮要真做主你所动用的器具。求上帝你来使用阮，愿上帝你赐予阮头前的道路，通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奉献。请咱起立。咱来纪念奉献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微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叫做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阿门。请坐。讲道的时间，请咱看讲道的事项。
我嘛要邀请咱大家起立，为着酒杯内面的功德事项来祈祷。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祈祷的权柄，是主耶稣赏赐予咱，是哪有祈祷，就哪有快乐的稳定。用祈祷甲咱的父上帝来建立关系，伫祈祷的当中，咱注意听上帝要为咱祝福的声音。只是邀请大家，咱起立，咱用敬虔的心，咱甲这所有需要祈祷的事情，咱一一放伫祈祷中，咱全然交托款的主上帝，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的主，阮的君王，你是至圣者，阮一切稳定所得是你所赏赐。你个教导阮，要用你的财物，甲一切起头色的土产，要来尊敬耶和华。安尼，你的职称就要圆满。主啊，你赏赐予阮的酒血，嘛要有新酒来满出来。是啊，阿爸爸。有时，阮真正软弱、无戆，利益家己的私欲，伫到奉献的事项中，阮常常计较真名，失去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主你所欢喜接纳的。伫今仔日，阮所领受的信息，阮清楚知影，毋通看见耶和华的境界，也毋通亚见你的责备。因为你所责备的是你所欢喜的囝，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伫前礼拜，阮嘛来顺利来完成暑假儿童营的活动。感谢主，虽然阮报名的小朋友无济，但是伫老师的带领中，领受着满满的疼。看到小朋友用喜乐甲感恩的心来做回应的时，阮也知，嘛是互阮看见即项的事项是何等的要紧。主耶稣，阮需要开力甲勇气，阮搁较需要用祈祷甲你来相结连，伫有备的当中得到属灵的智慧。煞接，阮伫即礼拜，阮嘛有青年小组要前往台中来体会青年生活园。主啊，求你赏赐因。互因会当出入拢平安，互因的身心灵拢全然能放心，这是受祝福的，是荣耀主你的名的。但伫即个时刻，阮有缘要为着阮所听、所关心的满足者来祈祷。感谢主你的保守、眷顾，伊伫的大能，搁再一届彰显伫伊的身上。阮看到圣经内的明示。主啊，你讲你的信救了你，哈利路亚！愿主平安的灵甲伊同在，甲伊厝内底的人同在。主啊，我嘛要求你的保护，搁再一届压榨洗去阮的误会，教导阮兴起基督的相处。要为着阮家己，嘛要为着阮教会，嘛要为着兄弟姊妹来关怀祈祷，伫灵命造就。就有信心，有勇气，伫生命当中，主啊，阮绝对要来经历着主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
大家只是我祈祷，主呀，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呀，我祈祷，主呀，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大家只是我来报告，请咱献开咱的周报。教会消息，本会青年小组伫本周拜到拜三，就是7月7日到12，有举办暑假青年生活营，地点是要伫台中。请为即届参与的同工甲学生来祈祷，愿上帝守赐平安，互因即届的活动拢会当收获满满。第二，下主日。下周下主日，牧师要甲二位同工要前往新丰教会，伫迄个所在要来请安甲募款，且继续为着教会还款的负担关心代祷，愿主赐福咱的教会福音事奉工课的推展。第三，咱中会团导部举办2023年中级信徒训练会，时间是7月10日。礼拜四下晡2点到5点半，主题是中心的好关系，认捌教会的本质，服侍态度甲委身，每一工拢会当遇见神。这讲师有3个，拢是牧师，地点就是伫东门教会。我嘛要邀请咱，毋是干那中级，我感觉。每一个人爱有迄个使命感，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即个课程，这嘛是叫做学习。伫即个所在，咱来看咱的奉献的部分。伫即个所在，奉献的部分，我嘛要提醒咱大家，如果有问题，请咱咱的会计部来更正，我们会很乐意的接受。以上。咱今仔来读咱今仔日个金句。咱今仔金句就是箴言3章第9節，第2个部分，着用你的财物甲你一切起头式的土產，尊敬耶和華。華語的部分是，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出手的土產尊榮耶和華。以上，下面的時3章9節。下面的時間交牧師。大家平安。牧師伫遮補充7月15到28號咱的治安弟兄伊要去教招去做兵啦咱有繼續為伊祈禱嘛即擺即個兒童的生活營伊嘛帶領咱的學生同工做真好的規劃甲佇這過程中間，咱提摩太牧區的老師大家攏真用心。雖然咱人無濟啦但總是逐個人真正體會到迄個生命的傳達，要安怎佇教育的內底來幫助這個囡仔成長。當這個囡仔要離開的時陣，阮甲因講，下次還要不要來？要不要帶朋友來？他們說我已經想好了要帶誰了。我覺得迄就是感動，迄就是已經有產生果效，所以期待啦咱會當繼續為着這個青少年來祈禱。我嘛真感謝上帝，伫疫情的中間，通過這青少年開始進入教會，咱的教會就愛好好來做傳福音的工作，會當帶領因來認識主。今日牧師嘛來介紹新朋友第一位是這個莊學姐妹曾雪姐曾雪姐平安，歡迎伊歡迎伊。曾長樂歡迎你是這個高雄高。南馬街教會，教會是南馬街教會，是惠民教會啦，惠民教會，但是范長老娘伊的先生較早就是傳道佇迄個所在開拓的教會，對，所以咱真歡迎伊。其實因的教會要建堂，請坐，佇咧起造的過程嘛，即馬需要濟困難，需要智慧。
咱嘛继续为着惠民教会来祈祷啦吼。另外一位是这个马美珍姐妹吼，美婷姐吼，欢迎伊呀，请坐。美婷姐吼，伊住伫这个长义城的所在吼，离咱遮真近。伊本身是伫台南市政府上班吼，台南市政府上班，咱继续为伊祈祷。伊一个人生活真勇敢，嘛真求上帝帮助伊，互伊有更较侪信心、甲气力来认捌主，来亲近上帝。咱即个听的大家庭是足温暖的啦吼。所以咱头一摆来，恁若有啉咖啡吼，等下咱牧师拢会讲楼骹有招待咱一杯咖啡吼。咱兄弟姊妹嘛，拢会当做伙伫咧中间来做交易啦吼。好，牧师伫遮简单甲咱报告，嘛请咱注意，伫后礼拜牧师要去到伫新丰教会，嘛请咱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你嘛着爱来教会聚会因为有当时有当时兄弟讲牧师无来牧师就可能无看到我，毋知我无来所以我感觉拢爱鼓励咱彼此鼓励彼此提醒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求上帝会当感动。伫新丰教会会当来明白，咱大桥教会安怎伫经历上帝引带带领内底，咱要起做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好，咱这个时邀请咱做伙起等下，牧师还有一项代志报告就是有一位兄弟，伊拢常常咧为着咱教会咧奉献建堂这个单义德，伊本身有种这个山啊，伊今仔日嘛特别要送咱每一个人一粒山啊，所以咱等下若要离开的时阵是一人一粒无，一人一粒无所以要去的时阵请咱着注意一下对陈义德弟兄所以咱继续求上帝帮助咱，有常常侪外口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咧关心咱，嘛咧关心咱彼此的关系，所以咱着伫这中间互相交易，建立一个三听和睦勇壮的教会好，咱做伙起立，互相来请安，嘛咱。看这新朋友咱来给因请安嘛今天真欢喜，先子姐倒转来伫咱中间欢迎他。平安。咱做伙来吟上吟的诗389首，俄勒上帝至管至尊。愿咱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主上帝，愿一切的俄勒上赞，为着就是要互主的名受高举。愿恁用恁的性命一生跟对主，一生遵照主的心意，常常荣光上帝国的事，就是伫上帝爱咱传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耶稣上帝的赏赐，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坐密倒。